赤坎楼起造。1653年，荷兰人占南台湾即搭，赤坎楼就是因迄当阵起的。头起先叫做布罗维迪亚城，在地人叫番仔楼，甲热兰遮城相对看。热兰遮城是荷兰人做官伫住的，番仔楼就正做发展行政甲商业的所在。番仔楼的建筑物是3座四角形的平台接做伙的，逐个平台顶面拢有西洋式的楼仔厝，墙围是红砖仔甲三合土起的。即款材料起的实在真勇，到今已经300外栋啊，还阁伫遐。赤坎楼伫荷兰时代是西洋式的城堡，清国时代变做楼阁。日本时代嘛捌正做陆军病院，经过300外栋，游园是真水真有特色。1983年，伊互列做第1级的古迹。